大家好，咱今日要讨论小兔彼得甲波特小姐。现在是5年后学期国语第4课，学习重点有为课名来约看卖课文要讲啥物，还有为课文找支持理由。咱的学习范围是第3段，也就是创作小兔彼得禁忌。小兔彼得甲波特小姐，相信大家对小兔彼得，也就是彼得兔最熟悉。比如讲，食饼的时阵，迄饼仔，还是讲你平常时的生活用品，拢常常有即只拖仔。即只拖仔咱会食古水咧，伊甲波特小姐有咩关系？原来波特小姐创作即只拖仔，波特小姐创作即只拖仔咧。也毋过，即课课文是咧讲波特小姐，是安怎会安尼讲呢？你会使为课文内面找看卖，是波特小姐出现咧出现较济，还是讲小兔彼得出现较济？另外，你嘛会使找看卖，是毋是讲第3段才开始讲小兔彼得，而且是讲小兔彼得是要安怎互人创作的？波特小姐是为虾米会画即只拖仔？所以咱知影讲波特小姐是主角，为虾米爱甲小兔彼得甲波特小姐放做伙咧？这就有可能是因为彼得兔较出名，所以甲伊放做伙，来吸引着大家想要知影讲，波特小姐是伊个虾米人？这就是为课名来约看卖课文，这嘛是咱的看法，就是小兔彼得较出名，所以利用伊较出名，甲伊放做伙，来吸引着大家想要读。咱有看法，就爱找理由来支持，这就是支持理由。比如讲，我就要说明讲，为虾米会利用小兔彼得较出名，来互大家熟悉波特小姐是啥人。这课文内面有定定会用支持理由的方式来解说作者对波特小姐提出的足侪看法。比如讲，咱即摆就来为课文来做支持的理由。先来看第1段。课文的24页，你会使看到波特小姐是最认真画内面的图，因为相信伊小读者会注意画面的足侪细细的所在。这是为虾米呢？因为物件会创作故事，伊嘛会家己画内面的图，但是画内面的图无一定爱足骨力，会咧画，伊会使教互别人，还是讲凊彩画，但是伊的读者有足侪拢是囡仔咧看的时阵，拢会先看内面的图，而且看较少斟酌的。为创作小兔彼得禁忌呢，就是课文第25页。咱来看卖讲，伊对波特小姐提出啥物看法？首先就是伊足有天分，伊伫个画图这方面足有天分的。所以伊画出一个叫做兔子人。画出兔子人是伫9岁时阵，伊若大汉才有画兔子人无啥物特别，但是9岁就会画即个图。另外就是伊足有想象力，伊足高手的，伊会创作2只歹鸟是即个故事。为虾米伊会创作即个故事呢？毋是讲伊看电视，伊是足喜欢看动物，因为因兜饲足侪动物，平常时就伊甲因小弟，所以伊的兴趣就是甲即款动物耍。看卖讲伊有啥物特别，
再利用伊的想象力来创造足侪趣味的故事。所以咱今仔日会使知影要安怎回答习作第27页第一题有关波特休假创造小兔彼得进前这块问题。咱今仔日就上到这，感谢，努力。